Hello，大家好。以前去飲一定會見到嘅乾燒伊麵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我阿媽煮嘅冇油健康版。首先係處理草菇，我哋可以喺頂部界一刀，然後煮2至3分鐘，之後就可以切片備用。完全唔明點解要辣住手咁切都唔過冷河。跟住將伊麵飛水，煮到個麵餅散開就 OK。順手校定個醬汁，份量可以自己 cap 圖。跟住就可以開始煮。草菇再用熱水烚多陣之後，就可以倒一半汁落去煮3分鐘。以下時間會交俾我阿媽聲音導航。我想食酒樓嗰隻乾燒伊麵。咁你想行啲嘅甜點？我想要多啲汁，多汁嗰啲就乾燒伊麵啦。咩叫乾啊？要乾身先為之乾燒伊麵。陣咧佢會索晒啲汁嘅，所以一陣間咧唔夠先再落。頭嗰啲可以落咗先。所以我切嘅時候會分開。好叻啊你，地仔情緒價值。我開心咧同我一齊食飯。唔係啊，你阻住晒我，唔好食都係因為你。點解草菇還草菇麵啊？係咁嘅。你唔做飲食業晒，麵係條狀，草菇係圓形，有啲一定係撈唔埋嘅。會唔會黐底？會，唔會就唔係乾燒伊麵。